팽게 되시들리大家好， 티링안조 롭젠 줄고바 링네 초와 십티기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9课文化生活。拉萨可以说是个非常休闲娱乐的城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您就可以到拉萨的街头去走一走，说不定您就会被这具有浓郁特色的朗玛厅和拉萨酒吧所吸引。您不妨进去尝一尝青稞酒和拉萨啤酒。今天我和边巴老师就给大家教一些有关于文化生活方面的一些句式。那么拉萨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对吧？对。拉萨的文化生活很丰富，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拉萨링네 초와 하자 표숨 초보도拉萨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拉萨링네 초와 하자 표숨 초보도拉萨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拉萨링네 초와 하자 표숨 초보도拉萨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每走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些朗玛厅和酒吧。那么，咱们到朗玛厅去听一听歌好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俺错，那么看了，谢，年个天呢？看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去听一听歌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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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朗玛厅里有很多藏族的传统节目，应该用藏语怎么说呢？那么看难了，普里基虽居节目忙不要是。朗玛厅里有很多藏族的传统节目。那么看哪，普里基虽居节目忙不要是。朗玛厅里有很多藏族传统节目。朗玛厅里有很多藏族的传统节目。那么看难了，普里基虽居节目忙不要是。那么看哪了，普里基虽居节目忙不要是。朗玛厅里有很多藏族传统节目。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都很漂亮，这个用藏语怎么说？那么看难起，普里写不嘛，您怎么读？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很漂亮。那么看难起，普里基写不嘛仓吗？您怎么读？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都很漂亮。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都很漂亮。那么看难起，普里写不嘛？您怎么读？那么看难起，普里写不嘛？您怎么读？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都很漂亮。到了歌厅里，人家都会说：“您来唱一支歌好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키랑키谢직当然呢，看这朵，你来唱支歌好吗？ 키랑키谢직当然呢，看这朵，您来唱一支歌好吗？ 키랑키谢직当然呢，看这朵，你来唱支歌好吗？咱们请卓玛唱一支酒歌，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俺怎么来给枪谢직当若呢许多。咱们请卓玛唱支酒歌。俺
卓么拉了，枪械技，东若那，许多。我们请卓玛唱一支酒歌。俺次卓么拉了，枪械技当若许多。咱们请卓玛唱一支酒歌。俺次卓么拉给，枪械技当若那许多。咱们请卓玛唱支酒歌。藏族是非常爱跳锅庄和弦子的一个民族，每到进行处都会跳起来。你会跳八堂弦子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Kiranki 把谢这新个语变，您会跳八堂弦子吗？ Kiranki 把谢东新个语呢？你会跳八堂弦子吗 ？Kiranki 把谢这新个语变，你会跳八堂弦子吗？ Kiranki 把谢这新个语变，您会跳八堂弦子吗？你的歌唱得很好，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Ranki 谢也不东西，你歌唱得很好。 Ranki 谢也不东西，你的歌唱得很好。Ranki 谢也不登记，你的歌唱得很好。 Ranki 谢也不登记，你歌唱得很好。外地人经常说的一句话：西藏是歌舞的海洋，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反正你我呢卢卡尔基加做热度，西藏真是歌舞的海洋。反正你卢嘎基加措热度，西藏真是歌舞的海洋。反正你卢嘎基加措我呢日下，西藏真是歌舞的海洋。反正你卢卡尔基加做我呢日下，西藏真是歌舞的海洋。咱们西藏的藏戏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可以这样说，相当于咱们汉族的京剧。那么西藏的藏戏历史悠久，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표기 함을 루규양 유전부是西藏的藏戏历史很悠久。표기 함을 루규양 유전부是西藏藏戏的历史也很悠久。 표기 함을 루규양 유전부是西藏藏戏的历史也很悠久。 표기 함을 루규양 유전부是西藏藏戏的历史也很悠久。刚才我们学习了有关文化生活方面的句式，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现在咱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咱们到西藏的那么厅去什么什么好吗？藏语应该是俺错那么看了卡里卡里嘎贴多。比如，咱们到那么厅去唱一唱歌好吗？俺错那么看了谢东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那么厅去唱一唱歌好吗？俺错那么看了谢东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那么厅去唱一唱歌好吗？又比如，咱们到那么厅去玩一玩好吗？俺错那么看了咱们这个天呢看这多。咱们到那么厅去玩一玩好吗？俺错那么看了咱们这个天呢
肯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去玩一玩，好吗？咱们到朗玛厅去喝一杯，好吗？俺错，朗玛看了，枪通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喝一杯，好吗？俺错，朗玛看了，枪通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去喝一杯，好吗？咱们到朗玛厅去乐一乐，好吗？俺错，朗玛看了，给给当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去乐一乐，好吗？俺错，朗玛看了，给给当嘎，天呢？看这多。咱们到朗玛厅去乐一乐，好吗？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朗玛厅里有什么什么，朗玛看了卡着卡着有热。比如朗玛厅里有藏族民歌演唱，朗玛看了普利吉芒雀路亚林吉有热。朗玛厅里有藏族民歌演唱，朗玛看了普利吉芒雀路亚林吉有热。朗玛厅里有藏族民歌演唱，朗玛厅里有藏戏，朗玛看了拉木车杯有热。朗玛厅里有藏戏，朗玛看了拉木车杯有热。朗玛厅里有藏戏，朗玛厅里有说藏语相声的，朗玛看了国之当内学看有热。朗玛厅里有说藏语相声的，朗玛看了国之当内学看有热。朗玛厅里有说藏语相声的，朗玛厅里有唱印度歌的，朗玛看了嘎嘎的写短看有热。朗玛厅里有唱印度歌的，朗玛看了嘎嘎的写短看有热。朗玛厅里有唱印度歌的。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您来什么什么好吗？藏语里应该是 kiranki kari kari 前呢有我读诶。比如您来唱支歌好吗？ Kiranki 写记当呢？看这读，您来唱支歌好吗？ kiranki 写记当呢？看这读，您来唱一支歌好吗？您来跳一个舞好吗？ Kiranki 写不记给呢？看这读，您来跳个舞好吗？ kiranki 写不记给呢？看这读，您来跳一个舞好吗？你来献一条卡达好吗？ Kiranki 卡达记这呢？看着读，你来献一条卡达好吗？ kiranki 卡达记这呢？看这读，您来献一条哈达好吗？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听古木样子老年大家听看这多。老年看这龙兄马不这。这个老年看卡巴要的。人类部长给老年看了谁？
롱쇼 나부티 딸 가봐 겨우지. 쉐솔리아 예즈르 파티 브레스도 콩소 너의 낭이 몰라당 투구딩이 탑도 하자 야구 체샤스이. 고 텐트 쉐스도 지금 만주 야구 체다도. 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生词，下面我们要针对这些生词进行重点学习。줄구바 第19 줄구바 第19 링네 文化 링네 文化 초와 生活 초와 生活 표숨 척보 丰富 표숨 척보 丰富 写歌 写歌 낭마카 낭마팅 낭마카 낭마팅 年听年听 수규 传统 수규 传统 레체 节目 레체 节目 드라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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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节目漂亮 宁节目漂亮 谢东唱歌 谢东唱歌 枪械九歌 枪械九歌 把谢彻跳八堂旋子舞 把谢彻跳八堂旋子舞 卢卡拉歌舞 卢卡尔歌舞 改错海洋海 改错海洋海 拉木藏戏仙女 拉木藏戏仙女 鲁剧历史 鲁剧历史 鱼忍不悠久 鱼忍不悠久 怎么子玩 怎么子玩 给给东作乐 给给东作乐 芒谢当民歌 芒谢当民歌 连演唱 连演唱 鬼吹当令相声 鬼吹当令相声 改卡拉印度 改卡尔印度 下注给跳舞 下注给跳舞 卡大卷现卡达 卡大准现哈达 广幕晚上 广幕晚上 龙年电影 龙年电影 龙须鲁马布红河谷 龙须马布红河谷 龙年康电影院 龙年康电影院 人类破绽文化宫 人类破绽文化宫 巴尔盖拍摄 巴尔盖拍摄 给子江子 给子江子 特顿起表演 车蹲起表演 写诗说法 写诗说法。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文化生活方面的常用句式、句型、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如果您有幸光顾拉萨的文化场所，您能熟练运用这些句式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解码解用让我们下堂课再见。